記憶與遺忘嘅鬥爭，舉起燭光惜自由。追究屠城，追究屠城，結束一黨專政，結束了民專政，建設民主中國。24年64呢兩隻字，或者好多人都唔敢睇，但係呢一段黑暗嘅歷史同現代中國嘅發展息息相關。78年呢個咧，中國咧就進行呢一個改革開放，咁啊，因為呢個咧中國咧就經歷咗呢個共產黨統治啦，加上文革完結啦，咁啊毛澤東又去咗啦，咁啊鄧小平上場啦，咁啊知道咧之前嗰個路線咧就錯晒，嗰陣時基本上言論自由係會有啦，好多思想亦都可以公開咁去表達啦。直到89年，開明嘅領導人胡耀邦過身，觸動大規模悼念，更加引發咗學生民主運動。中國走上呢個十字街頭就兩條路啦，一係咧就真係開政治改革開放呢個即係呢個政治嘅民主化啦。咁啊另一個選擇就係乜嘢咧？唔政治改革咁就繼續咧將呢個運動咧就消滅，然後咧鞏固翻自己中共嘅權力啦。咁啊然後銳意繼續發展經濟。咁啊好不幸啦，權力使人腐敗咧，最終嘅中國領導人係揀咗後者啦，就係話採取咗一個血腥鎮壓。改革開放之後，中國成為咗世界工廠 ，GDP 全球第2。但係64呢件事就好似從來都冇發生過一樣。喺虛偽嘅繁華背後，人權自由大倒退，貧富懸殊，貪污舞弊，呢一段血腥歷史仲動搖咗香港人嘅國民身份認同。64發生之後其實係距離97都唔夠10年，咁啊好多人咧喺嗰陣時咧，喺嗰2-3年咧就不斷去揾方法去移民。中港矛盾加深，雖然本土派不滿今年支聯會愛國愛民嘅主題而杯葛64集會，但係身為香港人，我哋更加應該珍惜僅有嘅自由，點起燭光，守護呢一段黑暗嘅歷史。